伫埃及红海有一单真出名的唱水地点，这礼拜发生火烧船的意外。一台游艇要转来时阵发汹涌大火，这火势真猛，真侪游客是赶紧跳海逃生。另外，伫澳洲有一台巴士载规定人是喜酒食煞要离开，所发生冰车意外，上报有10个人死亡，25个人受伤。白色的游艇导火庆间，救生船想要挖滚开救，游客是看过人间跳下海，看起来真危险。埃及红海圣教名的唱水风景区马尔萨夏格拉附近的海域，礼拜早起发生一件火烧船的意外。一个叫做“古风”的游艇回航时阵突然间导火，因为风正透，规个船尾拢导火。الرئيس والطاقم المعاه البحريه صراحه ما قصروا، يعني في جروح خفيفه عطوهم باندج اللي عطيناهم ماي والكلام ده كله وبعدين خلاص ودوهم المرسى. 附近的船发现古风号导火，拢赶来解救。船顶的乘客拢是英国游客，已经有12人被救，也过有3个人失踪。古风号已经结束6天的行程，才要回航。无想到讲，伫假期最后所发生意外，当地政府讲导火原因甲机舱的电力系统故障有关系。另外，伫澳洲是喜事变丧事。一台载着53位参加婚礼人客巴士，礼拜下经过一条环形双车路口时阵，突然间冰车，造成重大伤亡。At this stage, there are 10 people confirmed deceased, and a further 25 people have been transported to hospital, and at this stage they have varying injuries. 因为也有一个人被钉伫巴士下骹，死伤恐惊还在增加。澳洲警方已经逮捕58岁男性驾驶，初步调查出代志迄当阵天气是大暴雨，不过巴士无甲其他的车相撞。媒体是报道驾驶敢若是超速。出代志的地点是当地真有名的葡萄酒的产地，有真侪新人经伫咧遮结婚。主人本来是为着要避免人客啉酒开车，所以包巴士送人客登记，无想到讲所发生意外。公司新闻齐万玲编辑。